膀胱中嘅尿液經由尿道排出體外。男士嘅前列腺位於膀胱出口尿道旁邊，所以一旦前列腺肥大，便可能壓迫尿道，阻礙排尿。本來15秒便可以排完所有尿液，而家卻可能要3分鐘先至排完，呢個便有啲麻煩。結果患者因為不耐煩，排尿1分鐘之後便拉上褲鏈。然而呢1分鐘可能只排出膀胱中1/3嘅尿液，2小時後膀胱又注滿尿液，於是又要喺半夜起身小便。前列腺肥大嘅一個原因，可能同一種叫二氫睾酮 dihydrotestosterone DHT 嘅物質有關。原來當體內有較多睾酮 testosterone 時，部分睾酮會被 5-alpha 還原酶 5-alpha reductase 轉化為 DHT。DHT 可能刺激前列腺增生，繼而導致前列腺肥大。如果一個男人好耐都唔射精，睾丸嘅精液內嘅雄激素便會被轉為 DHT。預防方法：服鉻中鋁 saw palmetto 去抑制5甲還原酶。